戒掉這3個習慣，你的大腦多巴胺分泌會提高1倍。今天，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巴胺過載的時代，隨手可得的短影音、永無止境的社群通知、精緻的高糖外送，都在瘋狂榨乾我們的大腦。許多人常覺得生活好無聊，提不起勁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。這其實不是你缺乏意志力，而是你的多巴胺受體 （dopamine receptors） 因為長期受到高強度刺激而麻木了。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將這種現象稱為多巴胺耐受性 （dopamine tolerance）。想要重新找回對生活的熱情、專注力與高效行動力，你不需要增加刺激，反而需要斷捨離。只要戒掉以下3個日常惡習，讓大腦的敏感度恢復，你的實質多巴胺分泌與感知能力將會迎來翻倍的成長。習慣1：清晨醒來立刻滑手機，醒後大腦劫持。原因：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？清晨醒來時，大腦處於從皮質醇、壓力荷爾蒙上升、準備開機的脆弱狀態。此時大腦的防禦力最低，而我們本能地渴望快速獲得今天有什麼新消息的安全感。生理過程與大腦變化。當你眼睛睜開不到3秒就拿起手機，點開社群軟體或新聞，演算法精心設計的亮麗畫面、按讚通知和八卦新聞會瞬間湧入大腦，多巴胺暴增。大腦在尚未完全清醒時，就被迫塞滿了高刺激的虛擬獎勵，基準線被拉高，這導致你一整天的多巴胺基準線 baseline 在早上8點就被拉到了頂峰。後果與代價。一旦清晨的基準線被拉得太高，接下來你必須面對的現實生活，如寫報表、讀書、開會，就會顯得極度枯燥乏味。你會整天哈欠連連，無法專注，大腦會不斷催促你，快點再讓我滑一下手機，剛剛那個刺激比較爽。你一整天的專注力在起床後的頭5分鐘就已經宣告破產。燈膽實戰例子：過去的你，鬧鐘響了，在床上躺着滑 TikTok 或 Threads 30分鐘才心甘情願下床，結果一整天坐在辦公桌前都覺得極度焦慮。每隔5分鐘就想解鎖手機。戒掉後的改變：醒來後前30分鐘不碰手機，先刷牙、喝水，看着窗外曬曬太陽。這時大腦的多巴胺基準線維持在健康的低位。當你開始工作時，大腦反而能更容易進入專注的心流狀態。習慣2：習慣性多任務並行與背景音依賴。原因：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？吃飯一定要配 YouTube 影片、電子榨菜，寫報告一定要放着 Podcast 當背景音，洗澡一定要帶手機進去放音樂。我們誤以為這叫高效，實際上是我們無法忍受一絲一毫的無聊。生理過程與大腦變化。當你試圖在做事，如吃飯、走路的同時，強行塞入別刺激，
看影片、聽垃圾話，大腦的注意力機制會被極度撕裂。多巴胺超載，大腦並不是真的在並行處理，而是在不同的刺激源之間高速切換。每次切換，大腦就會分泌一點點多巴胺來獎勵這種搜集資訊的行為。受體下調 downregulation， 長期處於這種雙重刺激下，大腦為了自保，會主動減少多巴胺受體的數量。3. 後果與代價，大腦徹底失去在安靜與單一事件中獲得快樂的能力。你不再能好好享受食物的味道，不再能安靜地看完一本書。一旦環境安靜下來，你就會感到恐慌、窒息與嚴重的焦慮。燈膽實戰例子：過去的你，吃晚餐時前面架着平板看劇，右手還在用手機回訊息。這頓飯你吃了什麼？好不好吃？你根本沒印象，只記得劇情的刺激。吃完後感到莫名空虛。戒掉後的改變：實行正念飲食 （mindful eating）。吃飯時關掉所有熒幕，專心咀嚼食物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食物本身的鮮美、天然多巴胺開始放大。你不需要外部刺激，也能獲得飽足感與愉悅感。習慣3：攝取過量精製糖與液態熱量，血糖雲霄飛車。1. 原因：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？下午3、4點工作累了，或者心情不好時，我們習慣點一杯手搖飲，吃一塊蛋糕，因為大腦知道這是最快獲得快樂的物理外掛。2. 生理過程與大腦變化。精製糖、高果糖糖漿、蔗糖進入身體後，不需要太多消化就會立刻進入血液。血糖與多巴胺雙重補充，血糖飆升會直接觸發大腦的獎勵回路，釋放出海量的多巴胺。這種爽感在生物學上與某些成癮物質的運作路徑高度重合。胰島素狂飆，隨後身體分泌大量胰島素來壓低血糖，導致血糖在短時間內斷崖式下跌。3. 後果與代價，伴隨着血糖暴跌，大腦的多巴胺水平也會墜入谷底。這就是為什麼吃完甜點1小時後，你往往會陷入極度的糖崩潰 （sugar crash），感覺比之前更累、更焦慮、更憂鬱，並且不可壓制地渴望下一口糖。長期下來，大腦的神經元敏感度被徹底破壞。燈膽實戰例子：過去的你，每逢壓力大就喝全糖珍奶，喝的時候很爽，但喝完後一整個傍晚都陷入嚴重的腦霧 （brain fog）、疲憊與情緒低落中。戒掉後的改變：將精製糖替換為原型食物，如堅果、低升糖水果或純黑咖啡。血糖維持穩定，大腦的多巴胺分泌變得平緩而持久，不再有暴起暴落的情緒崩潰。徐子和把手執行指南：如何讓多巴胺受體重新清零？要讓大腦的多巴胺分泌效率提高1倍，核心關鍵是主動製造無聊。建議你可以採取為期1周的數位與感官排毒
實行，醒後黃金半小時，起床後前30分鐘，將手機放在客廳，不看任何螢幕。單一任務練習，吃飯時就單純吃飯，走路時就單純走路，允許大腦有發呆的時間。空躺行動，將一周的手搖飲次數減半，並觀察喝完水與喝完含糖飲料後1小時內的情緒落差。當你主動切斷了這些廉價且高強度的刺激源，你的大腦神經系統就會開始自我修復。幾天之內，你會發現原本讓你痛苦的專注工作變得輕鬆了。路邊的花草、溫暖的陽光，甚至是一杯熱水，都能為你帶來久違的、深刻的快樂。